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權哥。今日係24節氣中嘅小雪。小雪表示天氣漸冷，喺國內某啲地方甚至有降雪嘅可能。呢個時候日頭短，夜晚長，寒氣漸生，好多人會覺得手凍腳凍，精神亦都容易低落。中醫話冬藏陽氣，以養生為本。小雪正係補腎強身、預防寒邪入體嘅關鍵時期，尤其是陽虛體質、怕凍嘅朋友，更加應該從依家開始調理。飲食方面可以適當溫補，食多啲羊肉、黑芝麻、黑糖、淮山、枸杞柑，飲啲薑棗茶或者當歸生薑羊肉湯，對驅寒暖身、補血養氣都幾有幫助㗎。權哥提你，小雪之後不宜貪涼，適當運動為出大汗，陽氣一旦外泄，冬天就會一直虛住落去。記得藏陽保暖，早睡晚起。